有網民近日喺網上發帖文，詳細講述自己誤墮新型電話騙局嘅經過，引起網民熱烈討論。事主喺短短2日內被騙徒假冒 HKTV Mall 贈送保險，以真人加 AI 配合同疲勞轟炸戰術，呃走辛苦儲落嘅50萬港元血汗錢。事件曝光後，唔少人都話自己都收過類似電話，認為騙徒手法越嚟越高明，真係防不勝防。騙局由一個自稱 HKTV Mall 嘅電話開始，對方話事主喺平台選擇咗蘇黎世保險嘅家居保險，仲啟動咗自動轉賬功能。騙徒再以取消保單為由，誘使事主用 WhatsApp 溝通，其後騙徒偽裝成保險公司嘅職員，用極有禮貌嘅語氣約定放工之後處理，令事主完全放低戒心。第二日，騙徒更設計假網站同 AI 客服，要求事主提供銀行戶口結餘截圖，再以驗證碼名義指示事主喺轉數快輸入金額，結果第一筆接近5萬元就咁被呃走。之後，騙徒繼續以操作超時為藉口，要求事主多次轉賬，甚至教唆加大過數額度。事主喺精神疲憊同焦急下，再過數20多萬。直到騙徒上新手到定期存款，事主終於起疑，要求對方提供員工編號，並自行向蘇黎世官方查證，揭發根本無此員工。最終事主報警，警方已經受理案件。HKTV Mall 同蘇黎世保險已澄清，平台絕無任何免費保險產品，並呼籲市民切勿點擊不明連結或提供個人資料，慎防受騙。